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平安。咱开始咱早起的敬拜。今仔日是一个主所定的安息日，咱自入这个所在，咱要用咱的心灵，用咱的诚实来敬拜咱的主。诗篇28篇第7节讲：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盾牌。我的心，我靠伊，我就得到帮助。所以我的心要大欢喜，我要用我的诗歌来学乐伊。所以这时阵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开声来学咱的上帝，因为伊是看得咱学乐，伊是尊荣的主。咱来学咱的上帝，咱开声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上帝你，主啊，阮要永远来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上帝，你是阮的主，只有你是阮通倚靠的上帝。主啊，阮要献上一切感谢伫你的面前。主啊，恳求上帝，你这是真侪阮的快乐，真侪的帮助。我相信上帝，你伫阮的生命中间有你奇妙的作为。无论阮拄着顺境、逆境，拢是主你美好的安排。因为你是阮的主宰，你是阮生命的主。阮知影，伫无论伫什款的环境中间，你拢有为阮备办美好的道路。所以，阮兄弟姊妹早起清早伫这所在，要献上一切感谢，献上一切乐乐。感谢上帝，你将你的平安，将你的欢喜的灵放伫阮的心中。阮早起的敬拜，用欢喜的心来到上帝你面前，用感恩的心来到上帝你的面前。阮要开始阮早起的敬拜之前，伫你面前安尼献上一切感谢甲乐乐，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耶稣以你的圣名，我来敬拜。耶稣以你的圣名，我来敬拜。为了你的名字来敬拜。所以你生命我来敬拜，也是你是耶稣以你的生命我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来敬拜，为了你的名字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来敬拜。耶稣是咱的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困求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困求信心，困求信心。希望，耶稣基督是主。困求信心甲希望，互咱知影咱家己的软弱，知影咱家己的欠缺，
知影咱要后来承认耶稣基督是咱的主。约翰福音第1章第9节，记载讲咱若承认咱家己的罪，咱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伊要赦免咱一切的罪，洗净咱一切不义。当咱宣告讲耶稣基督是咱的主的时阵，咱心中迄个罪的抵抗，咱来承认。所以这时阵，邀请兄弟姊妹为着咱家己的罪来献上祈祷，为着这块土地、台湾这个岛屿所犯的罪，咱来祈祷，互这个罪离开咱，互上帝的保护、耶稣基督的保护来洗清咱一切的罪。所以这时阵开声为着咱家己的罪来认罪祈祷，为着这个土地的所犯的罪，咱认罪来祈祷，开声来祈祷。哦，还有是要做，为着我家己的罪来献上祈祷。当阮互这个罪来捆绑的时阵，阮就无法度甲上帝来亲近，阮就无法度来亲近上帝，成做阮的主。因为上帝你掌管阮的心思意念，互这个罪离开阮去。主啊，你赐落你的保护，来洗净阮一切的罪，啊，关断这一切的罪。还有是要阮伫你面前承认，主你是阮一切的主。哦，主你是公义的主，阮承认阮所犯的罪，哦，阮承认把主所犯的这个罪孽的罪，肉体的罪孽，今阮的骄傲，拢要定伫心计顶。主啊，恳上帝你，这是洗清阮一切污秽，来到你的面前，还不要是哦，主啊，你是公义的主，阮承认阮所犯一切的罪，无论阮知影还是毋知影的罪，主啊，你完全拢了解。主啊，阮这时阵为着阮家己目睭所看的即款的情欲所犯的罪。阮的肉体情欲所犯的这个罪，阮的骄傲，求上帝你将这一切定伫主你的世界顶面，用你的光来光照阮，启示阮，我有啥物罪，阮无法度来悔改，来求你来赦免，用你的保护来洗清，来斩断这一切罪伫阮心中的捆绑，使我有气力会当赢过这一切的罪，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主啊，我来为着台湾这个岛屿来献上祈祷。我有一个所在，有一个庙寺伫这个所在，有一个黑暗势力伫这个所在。恳上帝你，互每一间教会成做一个光的电塔，光入来顺黑暗就要无去。恳上帝会当互这个土地成做一个上帝所喜爱的徛起的一个土地。主啊，阮将这一切罪摆在上帝你的面前，恳上帝你斩断这一切的罪，互阮得到完全的自由甲逃放。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为着下骹几项代志来祈祷，恳上帝保守咱，互咱的心无受到攻击，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有盼望。为着咱家己的家庭来祈祷，为着咱甲厝内人的关系来祈祷，互咱家庭内底每一个成员的心灵拢得到保守。第二个为着咱的工课。咱职场，也是讲咱的学习，甲咱的同事、甲咱的同学、甲咱隔壁厝边的关系，来祈祷，为着咱的经济稳定来祈祷。咱有财务的困难，可能上帝会当透过无共款的束缚，互咱的经济得到完全的改善。为着咱每一个人的心灵健康，有破病的厝内人有健康的问题，咱就献上祈祷。我相信上帝要伫这中间透过咱的祈祷，要来掌管，要来行神业伫咱中间。所以咱开声为着咱个人、心灵，为着咱的家庭，为着咱的工课，为着咱厝内人来献上祈祷，开声来祈祷。哦，主啊，感谢上帝你，我是阮家己的心。哦，主啊，感谢上帝你，会当互阮伫你的面前，会当无论阮环境是安怎，我相信上帝是改变环境的主。哦，感谢上帝你，会当反转这个环境。互阮无论啥款的境遇中间，阮的心灵拢会上帝你完全保守。哦，感谢上帝你，互阮无这个歹的攻击，互阮心中有平安，有喜乐，互阮有信心，甲有盼望，咱赢尽每一工。互阮甲阮厝内人的关系会当得到修补，互阮伫阮工会顶面甲阮同事会当得到修补。哦，主啊，恳求你，特别是咧疫情中间，有一个人经济受到捆绑，受到一个挑战，感谢上帝你会当互阮。赢过这一切挑战，还不要是主，不是你的班长，我阿对了。哦，主啊，你是环境的主，你是掌管环境的主。我相信，虽然阮拄着一个困难甲挑战，总是上帝你要伫这中间掌管，你要翻转这个环境。互阮虽然伫逆境中间，又要献上感谢、懊恼，因为我相信
日境中间，上帝你有特别你的赐福甲安排。主啊，阮特别为着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心心灵来献上祈祷，恳上帝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有心心灵得到平安。阮有喜乐，阮有盼望，阮相信上帝的引带。无论伫阮厝内的人的关系，伫阮伫工课甲阮厝边，伫阮的同事中间的关系，恳上帝完全来修补迄款的破坏破裂的迄款的关系，互阮有好的关系，会当荣耀上帝你的名。主啊，特别伫疫情的中间，一个兄弟姊妹伫经济顶面受到一无共款的挑战，恳上帝你会当赐落你的丰盛伫阮所有兄弟姊妹，互阮听候上帝你的恩典，互阮知影要安怎追求上帝你的心意。主啊，恳上帝你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活伫上帝你的平安中间，活伫上帝你的喜乐中间。我要献上感谢，献上祈祷，咱的祈祷拢是靠照这个圣名来求，阿门。过来，咱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特别为了教会面临世代的交替，咱唤起我一个人会当投入教会时间。我拄好伫影音服侍团队遐，伊遐讲伊欠介一个人同工会当参与迄个服侍，所以咱为着这一服侍的兄弟姊妹，咱来恳求上帝有比这的服侍同工。看见每一个兄弟姊妹，看见事工的需要，会当投入伫各样的事工。咱为着咱教会属灵的一个气氛来祈祷，互咱有较无的灵，互咱有祈祷的大灵，互咱有较无上帝话语、热情的敬拜，咱会当来关怀陪伴失丧的人，咱会当来学习，咱家己来成长，咱为着这来祈祷。咱为着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参与大使命的事工来祈祷，特别即摆过来是感恩节的节期。有圣诞节节期，咱有一个活动，一个的庆祝，一个感恩的活动。咱兄弟姊妹，咱诚做一个大使命大使者，会当邀请搁较侪咱的微信者、咱的朋友进入咱的教会来认拜咱的上帝。所以咱为着这款呢来献上祈祷，咱为着咱在座一兄弟姊妹年老心心灵病痛，献上祈祷，特别。有肉体欠安的，有疾病的，咱献上祈祷，恳求上帝会当医治，恳求上帝会当来怜悯。咱开声，为着咱教会这一个事工，为着咱教会属灵的气氛，为着兄弟姊妹传福音的热情，为着咱年老的兄弟姊妹，咱献上祈祷。亲爱的主啊，这些拢为着咱祈祷，主啊，你到我的教会，将对这个应教主我教会，主啊，我的教会，咱就充满着因何欢喜来到你面前，上帝你到我的教会，将对这个咱最后人的教会，对上帝你当我的教会，将这应教上帝教会，这些人将进来这个教会时阵，伊的病得医治，伊的困难得解决，伊的生命得改变，伊的性情得充满。哈利路亚，是的，主啊，为着将来向你祈祷，恳上帝唤起我这个姊妹到这教会的事工。互阮事工会当应好上帝的名，阮的事工会当互阮兄弟姊妹当我来同时来敬拜上帝。主啊，恳上帝你当教会交一个俄罗敬拜的教会，交一个基督的教会，交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还有主啊，主每一个活动中间，主啊，叫我所有弟兄有困苦的，主啊，福音教会是主你的教会，这间教会要交对一个荣耀主你的名的教会。这间教会要交对一个基督的教会，交对敬拜俄罗的教会，交对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恳上帝帮助我所有兄弟姊妹，有看见上帝你的意象放伫阮的教会中间。阮愿意搁一遍献上阮家己，互主来使用。无论教会各样的事工顶面，阮愿意来为主来做工。阮愿意引带我一兄弟姊妹进入这个教会，进入这个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因的心肉体拢得到勇壮，得到安慰。主啊，恳上帝你会当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这间教会中间，持续来成长，诚做门徒，诚做上帝所用的使徒，诚做上帝你的重要的工人。恳求上帝你诚做阮的气力，诚做阮教会的帮赞。特别阮这时阵为着阮教会内底有一个年老兄弟姊妹献上祈祷，恳求上帝会当互伊伫年老时阵心中得到平安，有盼望。主啊，阮有肉体欠安的，恳求上帝你伸出你医治的手。亲自来安慰，亲自来医治，亲自互阮会当来得到完全来讨棒，互阮知影有用上帝你自由的灵伫阮的生命中间。虽然阮肉体衰微，
总是阮的心是活泼的，阮的心是欢喜的，互阮的教会成做一个欢喜俄罗敬拜主的教会。哦，将一切荣耀归予你，将阮的教会归予上帝，你，恳求上帝你掌管阮的教会。咱的祈祷拢靠着这个性命来求，阿门。耶稣因你性命，阮来敬拜。耶稣因你性命，阮来敬拜，为了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性命，阮来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三国讲耶稣是咱的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困求信心甲释放，耶稣基督。各一遍宣告讲耶稣是咱的主，耶稣是主。今仔早起的敬拜来献上祈祷，咱恳求上帝当赐福所有参与敬拜兄弟姊妹有较无的灵来到上帝面前来调敬伊，互今日所有礼拜服侍，无论是咱伫礼拜堂内底的服侍，是礼拜堂外的一服侍，是咱有水学的服侍，恳求上帝当有这服侍者，因的心得到快乐，有气力来服侍教会服侍人。咱为着今日要讲道分享。傅启荣牧师来献上祈祷，恳上帝恩膏伊，互伊早起之所所传讲的信息，真做咱的气力，真做咱的帮赞，互今日早起的敬拜，真做一个荣耀的敬拜。所以咱开声为了早起的敬拜来献上祈祷。哦，真做所祈祷，阮感谢上帝你，恳上帝你从今仔日你的灵运行伫阮中间，改变阮，互阮早起透过早起的敬拜，阮的生命就有反转，就有改变。哈利路亚，是的主，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是的主，主啊，神在这里面同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哦，请主啊，所祈祷，阮感谢上帝你，阮要从早起的敬拜，搁一遍仰望主你的圣手。恳求上帝你设立宝座伫阮中间，互阮透过早起的敬拜，就对旁旁的坐献到上帝你的面前。无论阮伫你的面前所领受的这一切，拢真做阮的快乐，真做阮的帮赞，改变阮的生命，改变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互阮搁会当搁亲近上帝你。主啊，恳求上帝你将你的灵运行伫阮中间，派天军天使围伫阮的四周围，派的攻击就离开阮去。互这所来真做一个圣的敬拜，互阮早起看见上帝的荣耀要彰显伫这早起的敬拜中间。我们将早起的敬拜，搁一遍仰望主你的圣手，恳上帝你掌管，恳上帝你临在伫阮中间。阮来为着早起要伫这个所在传讲信息的副牧师献上祈祷，恳上帝你透过伊的嘴来传讲上帝的信息。我明白上帝你的心意，搁一遍会当来到上帝你面前来立志，正对上帝你的门徒。主啊，我来为着台湾新人伊献上祈祷，为着这间学院所培养的一个的新学迄个牧师的传道者献上祈祷，互因逐所在正做一个会当传福音，正做引传正百姓来归主的这牧者。互这个学院会当培养一个的传道者，会当伫四周围台湾的世界会当传扬上帝你的福音。我们为这个学院来献上祈祷，伊所欠缺的上帝你来补足，因所需要的上帝你完全了解。互这个学院将做一个荣耀上帝的学院。主啊，阮要搁一遍伫这所在为着阮早起敬拜，献上恳求，恳上帝你伫阮中间，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
咱即时来敬拜咱的上帝，请咱起立，学乐咱的上帝。今仔我靠耶和华，基督的心要充满。今仔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最大。今仔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今仔我靠耶和华，一切就做会他欢。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一路唱歌乐主生命。你若我靠耶和华，基督的心要充满。你若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最大。你若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你若我靠耶和华，一切就做要他欢。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一路唱歌乐主生命。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一路唱歌乐主生命。我要欢喜来到主的面前。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一路唱歌乐主生命，一路唱歌乐主生命。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归咱的上帝。伫地方中要学乐你，我伫万民中要感谢你。你的心是高万世代，你的主爱看过主题。你的心是高万世代，我的主爱看过主题。我伫地方中要学乐你，我伫万民中要感谢你。你的心是高万世代，你的主爱看过主题。你的心是高万世代，你的主爱看过主题。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高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爱看过主题。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高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看过主题。我伫地方中要学乐你，我伫万民中要感谢你。你的心是高万世代，你的主爱看过主题。你的心是高万世代，你的主爱看过主题。哈利路亚，咱大声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是啊，你的心是高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看过主题。哈利路
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高万岁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我。我这边讲哈利路亚，我大声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高万岁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我归主题，哈利路亚。主啊，你的主爱宝贵主题，我要感谢你，我落你的性命。邀请孩子姊妹来吟圣诗，圣诗就要6首。当我感谢上帝，出声吟诗对上帝。当我感谢上帝，出声吟诗对上帝。主行奇迹。万民名义最欢喜，愿对舞台出席，以就是可无敌，经历无数的爱，今日要得宽大，本就是阮上帝。俄罗天顶，阮的主，阮的上帝，阮大家用诗歌俄罗，阮用祈祷来感谢。主，阮要出声吟诗对心底，是因阮知，阮的生命是对你所来。伫这个美丽的世界，你降级万项有。主啊，阮实是何等恩典的百姓，阮阁诚侪你竞选，诚侪你的百姓通认捌你，通组织来敬拜你。这是阮所有的百姓上恩典的时阵甲时刻。感谢主，阮伫这个主日三甲主日，愿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互阮知影，这个敬拜毋是一个仪式，是上帝你的恩典运行的时阵。感谢你，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对老到少年到细囝，互阮因为认捌主，知影你是阮唯一的倚靠，大能的主，将恩典。救恩、赐福甲保守，赏赐伫阮正人的中间。愿阮的敬拜、阿乐、感谢，透过伫你的面前，得到你的接纳。主，我要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要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地里亲像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对阮的日子。就叫阮脱离你的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
阿门。大家请坐。这是咱做伙来启文第24篇，诗篇100篇。全地啊，要对上主欢呼。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伊创造咱，咱属伊。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伊的主爱永远存在。这是按这位阿堂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俄罗你，以今日美好的透早。唯有会当自这个圣殿，做伙娱乐，做伙敬拜，做伙来领受主你美好的话语。主你丰盛的恩典是够阮用，你也是我的瓦靠，是阮的力量。阮感谢主，你时常提醒阮，阮嘴讲的话、手做的事，拢爱遵照主你的教示，爱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每一日，我嘛需要来找出安静的时间。谦卑反省来认罪，求主来赦免阮所犯的罪，来清洁阮的心。诚做基督徒的阮了解，生命的过程总是会拄着风雨，拄着困难甲挑战。有基督这个信仰，阮是有瓦靠的，阮也是有毋茫的。有教会兄弟姊妹的疼，阮是袂孤单的。啊，毋过愈啊重要的是。阮爱学习是完全的交托主你，阮爱学习是爱将主你这份疼传扬出去。这是教会牧区小组拢积极的筹备主办，按感恩节的福音茶会，邀请未信者的朋友来到聚会当中，求主亲自来同工，柔软伊的心。互伊当感受到主你满满的疼，嘛有富强教会按所有兄弟姊妹透过这个过程来坚固每一人甲主你相连结。这时，我嘛为着身躯病痛、心内忧愁、困饱的兄弟姊妹来代祷，求主亲自来医治因，来带领看顾因。我嘛特别为着失去亲人的兄弟姊妹来代祷，包括按教会夏牧师。爸爸夏牧师讲，伫10月10号安息主怀，而昨感动人的个别礼拜嘛顺利来完成，互夏牧师讲的遗嘱，亲人透过主你的话语，会当得到完全的安慰。今仔日是台湾新学院的奉献主日，求主带领区牧师的讲道甲分享，大大来充满主你赏赐的智慧。我嘛为着台湾新学院栽培传道人这重要的工课来代祷，互台湾新学院得到愈啊侪的祝福甲稳定。最后，我嘛特别感谢主你拣选阮诚做你的子民，做你主美好的工，这一切拢毋是白白得来，是你特别为阮所准备的。阮为着即款的福气，祈祷感谢，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这是咱来讲述上帝的话。本周的圣经记载里，《使徒行传》
第19章第1节到第10节，这是我来读。阿波罗伫哥林多的时，保罗经过顶西的地方，到以弗所，拄着几个学生，问因讲：恁信的时，捌受到信心无？因讲：连有信心的手势也无，阮也毋捌听见。讲安尼，就恁受洗礼来归伫啥物啊？因就讲约翰的洗礼。保罗讲，约翰行反悔的洗礼，互百姓讲，着信对尾伊来的就是耶稣。遐个人听见，就受洗礼归伫主耶稣的名。保罗来因还手，信心就到伫因。因随时讲这个腔口甲先知的话，讲约12人。保罗入会堂，好当来讲，入过3月2句，用上帝国的事来辩论苦劝。也是几啊个硬心无顺坦，中众人的面前诽谤这个路，保罗就离开因，也互学生甲因3离，就伫推动那的学堂里日日辩论。亲像安尼2年久，直到踮伫亚细亚的人，无论犹太、希利尼，拢听见主的道理。第2节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9章21节到22节。这个事已经明白，保罗定伫意思，经过马其顿、阿该亚，才要去耶路撒冷，讲到遐了后，我也着去看罗马。就客跟过伊的中2人，提摩太、伊拉多去马其顿，本身暂时住亚细亚。第3个经节记载伫《使徒行传》第20章第1节，喊话已经定，保罗叫学生来劝因，就甲因离别，起身要去马其顿。以上接续献诗，这礼拜献诗圣歌队献诗的曲目是《永远唱的歌》。
感谢圣歌队带来这首美好安慰人的诗歌。接续讲道，今日讲道是由台湾新学医傅启英牧师来讲道。今日题目是所行的路就是主的道。咱即摆邀请牧师来做介绍。欢迎诸位大家平安。伫咱区牧师讲道前，我做一个欢迎甲介绍。今仔日台湾新人院的主日是拢伫11月。咱是台湾新人院是伫台北阳明山遐。真水的风景。甲咱台南新人院每年3月拢无共款的奉献主日。每年咱通过台湾新人院所派来的老师、学生，伫遮甲咱做真水、真好的正道分享，特别是介绍新人院。新人院小等的区牧师的报告，搁参咱一个影片主要是要介绍咱区牧师区牧师我拄则入来时阵，甲伊讲一段话啦才知影讲伊甲咱进前的蔡牧师蔡正道牧师是同学是同学所以因迄阵的遮个造就出来的牧者拢真优秀真感谢主。区牧师伊本身是读新约的学者所以现在是伫台湾新人院咧教新约就是咱圣经新约的专家就对区牧师呢，伊牧师娘今日嘛伫咱中间啦伊本身是台南人所以倒来娘家的感觉真欢喜。咱通过伊的分享的话，互咱得到真美好的教导愿上帝施恩赐福。咱拍拍来欢迎咱区牧师谢谢。感谢夏牧师以及咱的中职，欢喜接纳我来遮，代表新学院来大家请安。拄则夏牧师有报告阮太太是台南人，我是嫁予台南人，所以今日来台南昨我就来来台南，我伫台南读新学院，搁住大概20几冬啦所以差不多是台南人啦今日头项尾也是看到这个天气，感觉足亲切的咱南台湾的热情怎啊感受？咱南台湾的天，因为咱的老厝无起到遐悬，真大天气嘛真好，所以今日真正是欢喜，会当有这个机会，甲咱众兄弟伫这个所在三角来敬拜上帝，三角来学习咱的上帝也未讲到大声，咱三角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伫你奇妙的救恩，互阮成做你的儿女，互阮即时会当三角组织，伫遮来敬拜你，伫遮来学习你，伫遮来你恳求。主，恳求你的圣神来帮助阮。那即时进入阮的心思，互阮安静，互阮会当迎接你美妙的话语。无论即时阮伫什么所在，阮拢会当准备好来领受。求主继续来保守，互阮伫这个礼拜中间，互你的道来充满阮。因为伫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里讲，主的道伫信的人中间的运行。主，阮感谢你，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我的讲题是所行的路就是主的道。咱基督徒伫这个世间生活，咱亲像伫行一条路。一条属天的道路，咱拢有目的，有目的地。但是咱知影这个世间复杂，需要带路。伫中文讲要有导航的地图，要有地图来甲咱带路，咱才行会到咱的目的地，来克服沿路这个坎坷路途。沿路的难关，不知到迷路，
圣经就是咱基督徒带路的地图，伊带咱认路，会让咱上路去行。今仔日甲大家介绍就是路加福音以及使徒行传。这两卷册其实是同一个作者，作者就是路加。路加伊描写路加福音的内容，规本来看，对某一个角度是耶稣对加利利行到耶路撒冷，一路沿途传福音所发生的事。敢若是一条路，耶稣决意对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去耶路撒冷创啥呢？去遐互钉十字架，去遐割活。路加9章51节遐写讲，耶稣伊就决意往耶路撒冷来行，所以伊行这条路是要来行上帝怜悯、拯救咱世间人的路。路加不只是将耶稣训练伊伫沿路传福音，训练门徒学生，伊所讲的话，所行的新约，甲伊直接做伙那尔。路加伊将这个事，甲伊排列成做一条路。耶稣行这条路，路加佫写《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是描写门徒行伫一条对耶路撒冷到罗马，当当时的世界的中心。这条路类似耶稣所行的迄条传道的路。所以《使徒行传》19章21节，伊遐就写讲，我也必须要去罗马看卖咧。咱拄则圣经有读着。所以《使徒行传》就是咧行门徒咧行迄条路。1章11节，《使徒行传》伊遐写到讲，有2个人穿白衫对门徒讲，穿白衫是天使。对这个门徒讲，加利利人啊，啥事徛伫看天？这个开始就讲，其实意思就是讲，爱上路啊，行上宣告、建立教会的路，用安尼来迎接各活耶稣对天的过来。因为因伫遐咧等讲，耶稣啊，你讲你要过来，耶稣甲因讲，啥事徛伫看天等你来。上路去行，伫福音书，耶稣所行迄条路是一条往耶路撒冷沿路受苦，最后钉十字架。但是各活伫阳光的路，伫规本的使徒行传，咱看到耶稣的门徒，亲像彼得、司提反、腓力，尤其是保罗，也行伫这条路顶。使徒行传20章24节遐写到讲，有这个锁链甲患难听候我却无掠性命最要紧，只要尽完我的路站，证明我对主耶稣所领受的这份为上帝恩典的福音做见证。咱在保罗拄着各活耶稣来调伊行这条路，伫第9章的所在，使徒行传，呾即摆沿路行这条路，行到19章，就是咱今日所读的经文。这是伊对安提阿出发宣告旅程的第3遍。咱若看使徒行传，咱看到保罗旅行经过真侪城市，但是咱注意，伊毋是一站煞到一站。不断安尼咧行，伊选择伫某一个所在踮较久。亲像哥林多就是一个，虽然咱对哥林多前后书的内容来看，迄个所在无啥好踮，有真侪艰难的问题。迄个教会毋是真好牧，
但是伫遐点诶，有诶所在，亲像较北边迄个城叫做比利亚，对保罗诶福音真欢迎，敢若是袂歹诶一座城。但是保罗却一个就离开。保罗伊诶选择，但即马来到以弗所，19章来到以弗所是第2摆到以弗所，伊怎啊伫遐点落来？伫保罗所有诶传道诶旅程中间，以弗所点上久，所以特别引起咱诶注意。路加福音耶稣上路公开传道进程，细汉诶时，耶稣细汉诶时，伊嘛捌点圣殿。古早咱定定讲 stay 吼，也是讲 long stay 伫一个所在吼，去遐尼啊点一下。路加福音伊记载讲，有一摆耶稣甲爸母去耶路撒冷过节，节期满，伊诶爸母倒转去啊，伊却伫遐。伫圣殿内坐伫老师的中间，也得听也得问。3日久，直到伊的父母回头去找到伊。我会一时啊伫路加福音，一时啊跳使徒行传，但是咱掠条，就是咧行即条路，就是咧讲即条路。所以使徒行传18章的时，咱看到保罗。伫哥林多点18个月，伊有伫遮点1年半。伊伫哥林多建立教会，佮拄着对罗马来一对夫妇，叫阿古拉甲毕基拉。了后年半，伊就倒转去耶路撒冷，要转去安提阿。伊第一摆经过以弗所，19章是第2摆。第一摆经过以弗所的时，就将即对翁仔某留伫遐。然后拄着阿波罗伫遐甲伊教示，因为阿波罗敢若知影约翰的洗礼。了后阿波罗因为保罗离开哥林多要转去，伊就和阿波罗去到哥林多去讲道。保罗离开这第摆以弗所的时，伊讲上帝若允准，伊要阁倒转来。所以今日咱念的19章就是伊倒转来第2遍。怎啊点伫以弗所2年半的时间，至少，伊就将以弗所建立做亚细亚省的福音中心。圣经讲，互一切住伫亚细亚省的，拢听见主的道。亚细亚省真大哦，伫今日土耳其西边遐，迄个省，咱若想讲台湾都差不多遮尔宽的时吼，遐无较细。伫使徒行传内面，中文译做道，共有2字。拄则咱所读的圣经，有时甲译做路，但是别个版本就变作道。第2字，第一个道，咱讲是 logos，就是指上帝所讲的话，关于耶稣所做、所教导一切的事，就是福音的内容。另外一字是路。伊会当指人用脚在行的一条路，比如圣经就讲，腓力行伫一条路，传福音互太监，太监就欢欢喜喜上路倒转去。第9章路加讲到扫罗，就是保罗行伫大马色的半路，悔改换一条路，开始行见证即个道的另外一条路。本来是犹太教迄条路。所以，咱看到使徒行传，伊安尼讲实行主的道，就化做一条去行的路，亲像路加福音描写耶稣所行的迄条救恩的路。门徒甚至基督教运动，就是在行一条救恩的路。道去实行就是路，所以使徒行传有时就将这个道甲写做路。当保罗行伫即条主的路，到伫以弗所的时，路加记载几项事。第1节到第6节，伊拄着12个行洗礼约翰的门徒。第8节到第10节，伊伫会堂辩论了一寡犹太人诽谤即条路，以及
伊去哪转去吹纳罗的讲堂，互一切踮伫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拢听见主的道。吹纳罗，这是当时一个教育家的名。11到21节，惊信者，佮赶写信的书，伫遐主的名奉尊最大，主的道佮较兴旺，普遍传开。24节到41节，保罗决定去罗马了后，有晕枪、低米丢扰乱的事。伫以弗所发生这个事，当然还佫有无记载，伫哥林多前后书咱看到。对几项中，咱先对第8节到第10节来看，因为这3节看起来是整理保罗伫以弗所27个月的工作概要。第8节讲3个月。伫犹太会堂辩论上帝国的事，一寡犹太人硬心毋信，保罗就甲门徒离开。第8节到第10节的中间，咱注意第9节，咱看到路加讲，保罗伫吹纳罗的课堂讲课辩论2年的时间。这第9节咱的中文译本读起来好敢若亲像在讲，有人诽谤这条路，保罗怎啊离开会堂？会堂是犹太人的礼拜堂，保罗就离开会堂，遐犹太人叫门徒嘛离开吼，了后伊家己一个伫迄个吹纳罗讲堂，甲遐个外邦人辩论，读起来敢若是安尼。但是我甲看较详细，我安尼来翻译，咱听看觅，检采。会堂的一个人伫众人的面前诽谤这条路，保罗就带门徒做伙离开因，去到吹纳罗的讲堂日日辩论。辩论的意思就是，伊也在听，伊也在问，伫遐问答，伫遐讲论，就是咧公开上课训练。重点就是讲，伊甲门徒做伙带开。毋是伊家己一个，因做伙到讲堂去讨论。这个讲堂原文叫做 schole， 英文有一字叫做 school， 对毋？英文的 school 学校就是对 schole 讲堂这字来的，所以对这字咱就知，这是一个学习的所在。所以当保罗在讲论的是门徒甲所有的人，伊也在听，伊也在问。这间课堂大约是租来的，虽然圣经讲日日上课，但是着别人下课的时间才会当租来用。所以保罗用人无上课的时间，伊训练门徒伫遮。当然，过长工，伊就要搁行人上课。所以保罗逐工伫遮上课一段时间了后，伊咧创啥呢？伊可能就是咧接报病，咱知伊是接报病。佫较重要，伊带学生出去传福音，然后第2天佫继续上课。迄个对伊的门徒有以利多、提摩太、以巴弗。伫即个吹纳罗课堂辩论训练门徒的结果。就是互一切住伫亚细亚的人听见上帝的道，敢若亲像咱今仔日教会的吹纳罗讲堂、教会的圣经班、教会的小组的训练共款，咱才会晓去传福音。所以为什么保罗会伫以弗所讲堂甲停落来，点2年的时间呢？咱来思考，咱就知保罗伫吹纳罗的远见甲伊的信心。伊用约翰的门徒正确来教导。咱讲到阿波罗，伊敢若知影约翰的洗礼。阿波罗真有口才，会讲解圣经，心内火热，将耶稣的事讲来教世人。只是伊敢若知影约翰的洗礼，需要人来帮伊拜咧上帝的路较详细咧，互伊有正确的财物。
因为行洗礼约翰只是主的路的准备那尔。行洗礼约翰讲：我用水甲恁行洗礼，伊却要用圣神甲恁行洗礼。意思就是，行洗礼约翰在准备后面来的耶稣甲圣神的洗。约翰是咧针对犹太人爱悔改，但是耶稣来，伊是咧呼召门徒行圣神的洗礼，对万百姓，毋是干那对犹太人。所以约翰的洗礼甲圣神的洗礼有差别，需要拜咧上帝的路讲较详细。约翰的门徒因也未领过圣神的洗，所以需要甲因教，互因会晓去行这条路。过来，伫催立路的讲堂辩论听道理以后，佫有宣教行动。咱拄则讲，伊就带学生继续宣教，所以实践道就变做一条路。路加记录保罗行神迹，虽然有巡回赶鬼这犹太人吼，因为咱自专自立哈，用耶稣的名来嘛咧赶鬼，却因为圣神甲保罗所传的道，反倒互因信主呢。互主耶稣的名，互人尊搁较大。这个行邪术的人信耶稣了后，怎公开甲因的行邪术的册烧掉？迄真有价值。当时册无遐简单有，也无纸。遐行邪术，看迄伊就会当趁大钱呢。所以安尼主的道。大大兴旺，普遍传开。当然，最后就是这条路伫以弗所引起轰动啦吼。这个轰动就是扰乱，这个扰乱甲巴别塔迄个扰乱共款。这个扰乱是外邦神明的扰乱。路加讲这条路是合理合法的，因为以弗所的书记官，以弗所城的书记官裁决讲，就到合法的集会来解决啦。路加安尼写的目的，就是要甲这条路，甲遐外邦神明的扰乱做一个对比，互咱知讲传耶稣这条路是合法合理，也是为着保护基督教运动，无互罗马政府来误解。所以对安尼。2年外的时间，伫以弗所所记载，保罗就是将以弗所甲当作基地，毋但将福音传到整个的亚细亚省，甚至保罗心内已经决定，伊必须要去罗马，伊咧展望地极，普世的宣教。真正的旅程。伊无偌久就会煞到下一站，但是以弗所无相像。以弗所是比罗马城较细淡薄仔的大城。保罗伊毋但伫城内伫活动，对整个亚细亚区域面来看吼，伊是用以弗所做中心，遍及周围的城市，拢咧推动福音的工作。遮尔大片的所在。保罗哪有可能家己打卡甲到呢？所以伊需要有同工，传道的同工。这个城中间有犹太人，有希腊罗马的思想甲文化、宗教，所以同工爱受训练，才知影讲，伫即款的世界要安怎来传讲上帝的话。保罗的传教事业真大，真有远见，所以伊有所。就成做伊的福音中心，伫遐踮落来，伫遐办理催立路的教育训练、培育同工，才会致到一切踮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拢听见主的道。所以教育门徒真重要。咱传福音也相款，需要对上帝的话有正确的理解。咱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需要有说明福音这款的财物，咱才有法度来引带人行这条路。伫这个新的时代，咱若想要用
道理好好来甲未信主的朋友谈，甲即个未信的世界对话辩论，也是咱伫关心遮个受试炼、受苦的兄弟姊妹，咱拢需要圣经，需要地图，需要导航。面对邪神恶灵的属灵挑战，咱搁较需要有地图，才会当有开了信靠耶稣的大能力，搁会晓勇敢来传耶稣的名最大，互人顺服做基督徒。所以，咱看到保罗连续用2年伫讲堂讨论、训练门徒，2年的时间 ，long stay。兄弟姊妹，咱是基督徒，咱嘛需要用时间，伫咱的小组，伫咱的团契 stay 落来。我知影咱的小组做得足好，咱阁有真侪团契活动。伫遮是甲大家三角来勉励讲，是安怎？是安怎？咱爱伫咱的小组甲咱的团契，甚至伫教会点较久咧。因为咱要来学习圣经真理、传道的事奉，所以教会其实拢爱温困进行学习甲教育的工作。教会要教什么呢？当然需要有一寡互人有兴趣的生活课程，但是不只是安尼，教会要做小组、做查经班、做圣经的训练，学习宣教、传福音，搁较详细来指导教会的兄弟姊妹来装备因、深化因的信仰。安尼，咱的信仰才有法度伫咱的日常生活活出来。咱基督徒毋通家己一个，不要落单，落单就危险。咱拢需要有兄弟姊妹做伙甲咱支持，需要伫小组、伫教会点落来。咱伫即个圣经看到讲正确的教导，这是对初代教会就不断地努力的事。所以当保罗伊伫以弗所点2年了后，伊要出去的时，伊有真侪训练好的同工啊，会当到遮伫全亚细亚省传福音。也安尼，保罗伊家己嘛受影响，伊宣教的眼光已经进一步展望到帝国的中心，就是迄个首都罗马。所以这就是门徒需要吹立罗学堂的意义。弟兄兄弟，耶稣过来进前，咱做主门徒，咧见证上帝末世救恩。最后一步，毋是徛咧看天。毋是像使徒行传一章10讲，加利利人啊，圣事徛咧看天，是咱每一个拢爱上路去行。使徒行传的门徒行上这条路，见证圣神的大能力，建立亚细亚正教会。这条路，互侪人听见主的道，尊主的名最大。因为伊有伫以弗所甲崔立罗讲堂点落来，所以安尼甲咱讲，今仔日教会，咱要行这条实践道，这条路，咱需要崔立罗的讲堂。当然，新学院上届生保罗的崔立罗学校，新学生就是主的继续建立教会、牧养教会的门徒。所以，阮伫新学院，阮需要仰望耶稣，要鼓励这些新学生耐心甲坚持，互因好好来接受栽培，将来出去了后，因的路才行会远，才行会久。因为遐个新学生毋是来读册，空得到一张毕业证书尔，因伫遐2年、3年、4年的时间，因爱伫遐 stay 落来。因爱伫遐读册、实习、服侍，
佮有灵性的活人。所以新人伊需要仰望耶稣，阮需要来看耶稣当时是安怎去行迄条往耶路撒冷的迄条路，迄条受苦落尾有阳光的路。当然，这也是今仔日耶稣呼召咱每一个基督徒行全世界的路。所以求主帮咱，使咱信心、勇气、甲圣神的气力，来做主的门徒，来行这条路。愿意踮伫教会、伫小组聚会受培育、受训练，安尼咱上路去行的时，咱就有装备。咱就会当有热情来见证福音的真道，会当来做一个分享圣经真理予别人的真门徒。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感谢主你的救恩，你召阮来做你的学生，予阮有机会来接受装备，将来阮会当出来来宣扬你的话。虽然这条路有考验，却是你所欢喜、有阳光的路。主，阮感谢你，予阮搁一摆兄弟姊妹大家组织，直接来敬拜你，直接来听使徒行传你对阮讲的话。求你的道伫阮信的人中间来运行，愿你帮助阮的软弱，赐气力予阮每一个。阮安尼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兄弟吼，搁一摆代表新人伊来遮甲大家说多谢，多谢咱对新人伊的祈祷，对新人伊的关心。拄则牧师有甲我介绍，我即阵是伫新人伊担任新约的老师。伫遮我代表新学院的院长以及董事长，还佫全体师生来甲大家请安。刷咧简单用5分钟的影片，比我报告佫较详细吼。互大家知影讲新学院最近是伫创啥物代志吼，所以请咱的影音同工。人跟人的距离变得遥远，被开发了，变远，各种能力爆棚，变得更近，正让人头痛，完全没距离，紧密结合。去年疫情爆发以后，学校改善真侪视听设备，因为有提前准备，我会通伫今年5月份忽然间升到3级警戒时，会通平顺面对。今年的毕业典礼伫开课礼拜2中间，阮用特样的方式传达听的信息，分享师生温暖的祝福，并提醒毕业生毋通袂记得上起初的呼召。立案了后，台新致意提升学术产出，努力产官学的合作。感谢主，阮伫今年6月份得到教育部评鉴通过。这个全面性的通过，无仅代表新学教育得到更加侪认同，相信也伫未来对学术界、甲社会会当做出更加侪贡献。今年3月底，咱寮完成整修，是真侪听主的兄弟看见新学教育顶面的需要，出钱出力，斗阵完成的工作。伫准刚礼拜迄天，有真侪过去带过南寮的牧长，倒转到学校，甲阮三甲欢喜。伫南寮完成以后，学校接续进行女新寮的整修。在新学期的开始，台新必须凭着信心，迎接一个无确定的未来。
疫情对台湾教会来讲是真大的挑战。当主日礼拜所有的聚会，甚至是婚礼、丧礼，只有会当以网络来进行的事，你打破了咱与教会生活的关系，重新思考教会存在的目的，也互咱重新操练伫信仰中上基本，却也是常常互人忽略的实践，就是专心较无上帝的话，真实的敬拜甲祈祷，并且甲主内兄弟姊妹三夫妻三结连，真实过基督徒的团体生活。这互咱想起一句话讲，这是上歹的时代，也是上好的时代。当然，今年的疫情也互神学院的经费面对上大的考验。神学院会当继续培养教会未来的侍奉者，若无地方教会兄弟的奉献，实在无法度达成。阮非常需要你的奉献。邀请立位兄弟继续用祈祷奉献来支持台湾神学院，互阮伫信心的引带下面，会当看明上帝伫这个世代的作为，也互阮会当勇敢回应上帝所交托互阮的使命。各位兄弟，咱对遮看到影片吼，对神学院诶，即个人物较清楚啦吼。多谢咱区牧师用主的话来勉励咱，也通过即个影片，互咱更加了解台湾神学院的需要。每一年呢，咱即个长老教会有3间神学院，1间圣经学院，拢是咱教会安尼做伙关心支持的对象。咱台湾的教会吼，有即马亲像咱台湾的即个社会的习俗啦吼，就是讲有一寡有意义的工，大家斗奉献，斗支持，互伊感觉讲我是有份伫迄个事工吼，毋是讲都总部拨一条大条钱来做，看起来是较顺序啦，较方便，也毋过减少人逐个人的迄个认同甲支持吼。所以我自我捌以来，咱长老教会拢是用大家做伙伫主日来做奉献。虽然奉献主日遮尔济啦吼，但是大家人小看一个参与，感觉讲互即个主办单位感觉接受咯吼。所以欢迎咱小等的奉献的时阵，你若有感动，会当用周报内底所业的奉献地，为着咱台湾神学院来做奉献吼。愿主通过咱的参与。互神学院的事工会当更较即个兴旺，更较栽培更较侪优秀上帝的工。咱下面要来吟回应诗吼，193首吼，193首。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要吟第1节副歌吟2遍，安尼咱坐咧吟，小等下咱做伙来讲道。来，上诉我名的话，何表现经明地，无人嘛能做人在做，稳定命令之时。上帝话，我命的话，你为何了解大？上帝的话，我命的话，带咱去到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我命。
是活命的话，互咱领受到这个奥妙的真理，互咱带到永活。这是上帝赐阮赐福的保证。向即位咱为着几项事三甲来祈祷。第一，咱为着台湾新人院所做的圣工来祈祷，求主通过这个老师、学生，因互相的校园来造就栽培上帝重用的工人，伫教会各方面的侍奉者，来兴起上帝的国，兴起主的教会，也传福音伫咱台湾所在逐个角落。咱为着拄则父牧师所分享主的话，互咱兄弟姊妹，咱决意要行伫主的道路，通看见真理伫咱头前做光，带咱行头前人生的道路，受祝福。也求主保守，互咱逐个人三甲参与伫台湾新人院的事工，互新人院所做的工，大大地着兴起。第一部分，咱为着咱教会伫感恩节啊个圣诞节所推动的福音事工祈祷，互咱各小组、各单位所举行的福音地会、餐会，通有开力传扬主的福音，互侪的兄弟来得到灵魂的滋养，也引带人来归主。第三，咱特别为着教会中病痛的兄弟来祈祷，求主赐落怜悯、恩典、透放甲医治。有的伫病院在接受治疗，有的伫厝内在静养，也有的甲癌症的细胞也在争斗。求主赏赐因快乐、医治甲透放。伫你所认捌的兄弟中间有病痛的，咱提名为着因祈祷。另外，咱也为着伫即个疫情的过程中间，有真侪人工作受影响，有人的经济收入嘛受影响。咱求主保守，互因有上帝赏赐的恩典，有好的安排，会通行过这段即个困难的日子，看见上帝美好的赏赐甲应允。咱也为着心灵软弱，拄着家庭、亲子各方面的问题在困扰、在征战的，也求主赏赐因智慧、开力。兄弟姊妹，为着你家己来祈祷，求上帝互咱逐个人看见上帝恩典，倚靠主来得胜，让咱生活、家庭得到上帝的祝福。咱做伙开声，为着这些事，同心来祈祷。主别主，阮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你，祝福赐伫阮中间。主，阮通过牧师所分享的话，主啊，给你圣神来光照阮，互阮一生所追求的道路中间，阮行伫耶稣恩典的道路、救恩的道路、智慧的道路、活命的道路。主啊，阮为着台湾新人祈祷，求你圣神亲自高抹甲扶持，一间新人院高举耶稣基督的救恩，主你的话，当栽培做一优秀的牧者、优秀的教会工作者，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主，阮为着教会所推动的福音事工，无论是感恩节还是圣诞节事工，求圣神亲自来掌管，互阮所传的道理，上帝你感动做人领受美好救恩的路。主，阮为着病痛中的兄弟祈祷，为着心灵软弱的祈祷，为着这伫疫情中间拄着经济困难、工作困难的，上帝你透放引带带领，求你医治赏赐是天顶来属灵的医药，来医治这病痛中的兄弟，互因领受到天顶来祝福，紧紧来恢复因的健康。感谢你的听，主爱主管的上帝，互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伫遮所有敬拜的兄弟姊妹，也搁伫线顶做伙同心聚会的兄弟。阮求你赐落恩典、甲疼痛、甲快乐，互阮知影，虽然阮人袂当掌握每一项事，袂当掌握头前阮要行什么款路。但是当阮有主的光照阮，阮欢喜去掉你的时，阮就知阮有安稳，阮有倚靠，
阮有信心，阮有平安。主啊，阮将教会福音事工交托主，求上帝你亲自通过做福音的勇士，传扬主的真理，互做人的灵魂得救。我求你保守台湾新人医所做栽培，当年栽培做优秀的教会工作者，助你的劳碌，求你亲自来成就。我也求你保守教会中兄弟姊妹有病痛，有心神软正甲软弱，有经济拄着困难，有工作拄着挫折的，愿主你施恩保守伫因的心上，互因知影，这毋是绝望，这也毋是永远无可能改变，是因为阮有主通倚靠，圣神的帮助，我要重新看见新的亮光、新的祝福、新的意志。主感谢你，互阮今仔日的聚会有上帝你的圣神亲自做工，愿看见上帝你的平安伫阮众人。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请师会来主持咱的奉献。这是按这位来奉献。会众者起立，按这位来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这是要来做报告，而报告进前，按来做伙读本月经句，伫周报的上尾一页，记载伫《申命记》第31章第8节，按用台语按做伙来读。耶和华要行于你的面前，因为要甲你指定，伊袂离开你，也无放下你，无伫惊。无伫论，申命记第31章第8节，这是来做报告。周报的第2页，后礼拜的佛赛当讲，书会是胡泽龙执事，其他按佛赛当讲来看一个佛赛的表。奉献的部分，伫第2页、第8页甲第9页有奉献的明细，有出入的会当甲财务室的佛赛当讲。来遮做一个翻译。按现开到按的第4页，集体交通的报告。第一，按今仔日是按的台湾新人伊的奉献主日，嘛真欢喜，感谢按的小市的牧师甲牧师娘会当来遮做按的分享甲报告，嘛继续关心
台湾新学院所做的事工。第二，后礼拜主日10月28是感恩节礼拜甲感恩的奉献，所以嘛邀请咱的兄弟伊讲会当踊跃来参加吼，厝里的家人会当做伙大过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奉献的主日吼。嘛为着即摆小组咧办的感恩节的聚会，做伙来关心甲带导。第三，本会伫10月26拜五，拜五下暗8点，伫教会遮头前有一个圣诞节灯饰点灯的感恩诗吼。伊讲嘛，当时是的保罗牧师甲祈祷小组因的一个福音茶会聚会时间所以10月26拜五下暗8点有一个点灯按旧年迄个灯饰嘛是带来一个真好的祝福啦所以这个部分邀请的兄弟当做来参加。小共是第4点10月28伫礼拜煞1点半会来举行教会年度事工的研讨会，希望心灵甲旧灵的长执、牧区小组甲团契的所长或是团队的队长，甲全职的同工做伙来参加嘛希望大家会当伫今仔日交出年度的五审甲报告，互嘉荣主任干事所以是遮后礼拜1点半一个年度研讨会。来第6点，今仔日下暗8点有哀伤陪伴甲离婚婚姻关怀事工的一个线上的课程，希望大家会当继续关心。第7点，按教育装备服侍团队接受2个重要的课程以12月16开始到3月3号，有第2期的理财有道的课程，甲第1期的经营有道的课程即马拢开始开放报名，因上课的时间拢是礼拜4的下暗7点到9点第2期的理财有道，甲第1期的经营有道后壁遐嘛有QR code，报名嘛会当透过这个部分，也是办公室遮做一个报名第8。这是一个紧急的临时通知本节今仔日下晡1点半到3点半，有主办一个成为好管家家事清洁收纳管理讲座。因为讲师处理临时有寡紧急的状况伊无法度前来，所以按这个做一个延期。那上课的时间会当另外做通知请大家注意。第9点。订购新旧约现代台语译本，甲周年手册，将买当甲办公室遐做一个订购甲了解第10点是一个欢喜的消息，本会洪英志甲张燕霞夫妇，嘛是洪承子姐妹的第2个后生因为10月14号有生下一个可爱女婴洪新月。第2个是花荣凯执事甲明月姐，因的第2个女儿花余妙姐妹，伫10月7号生下一个可爱的男婴曾俊浩所以嘛真欢喜听到这个好消息，嘛继续为因细囝的成长来关心甲带导。好，伫第7页，歹势，伫第6页其他的集体交通、牧区甲团契的消息，有松联团契的聚会，10月27 9点半主理2甲提摩太的聚会时间，邀请会友、处理细囝甲青少年会当鼓励来参加。伫第7页，嘛继续为着教会真济会友有病痛咧敬仰，若是做治疗的。嘛，继续来做一个关心。接下来请牧师做一个补充的报告。感谢主今仔日咱通过区牧师伫咱中间，甲咱做美好的分享。咱也真感谢区牧师娘啦叫做宋慧玲师母
伊也来咱中间，咱搁一遍用拍拍啊，哎呀，欢迎甲谢谢，多谢恁哈，多谢恁。啊，有一个教会的即个影音的纪念品来送互恁来做纪念哈。啊，咱还佫有第二场哈，第二场的礼拜安尼用华语的礼拜。那么真感谢主呢，咱顶礼拜咱举行即个爱城的即个音乐布道哈。咱看周报内底，咱拢有差不多40几位的慕道友哈来咱中间。但是即位咱有一个提醒啦吼，即个慕道友来，咱足欢迎啊，真侪足热热对无吼。但是较重要的是后壁面的跟进，咱继续甲关心。伊既然有来，的确有领受到某一种圣神的感动，迄个小小的经济，小小一个火种，咱来继续甲热络倒哈，继续甲邀请来参加聚会，还是参加小组，参加咱的福音地会，安尼互伊当开会结志就对啦吼。拄则咱。荣泰执事已经有甲重要的消息报告了，有几项我来做一个提醒甲补充啦吼。就是咱即个过来拜五吼，拜五咱教会呢对旧年开始想讲，咱的礼拜堂吼即个建筑物真新真水，但是暗时是毋是安尼有点圣诞的气味啦吼。所以咱就请专业的师傅来甲咱做一寡即款布置吼。这是咱。顶2日做好翅膀的即个影片吼，到下面感觉讲安尼暗时的感觉讲接受咯，感觉有一种温暖欢迎的意思。咱目的毋是讲我要装水水开钱啦，是讲，互人对教会吼有一种的较无甲望，感觉讲想要来接触安尼吼。所以咱伫迄个教育中心甲咱即个礼拜堂吼，暗时的感觉讲哇，足温暖足水。所以咱为着讲。要有一个感恩，讲用即个，毋是干那要点讲偌水，是要互经过的人对教会产生一个好感。所以咱要伫拜五暗吼，咱本来想祈祷会煞会举行即个点灯的即个仪式啦吼。因为即届咱都有感恩节地会，所以咱就邀请咱的保罗牧区个。咱的即个祈祷的小组，因都有来聚会，做伙伫8点，但是吟一个诗歌吼，大家用感恩求主祝福，通过这灯光，来引带更较侪人来接触教会。当然，更较欢迎是讲，迄个时间，若你会同节讲咱来教会行行咧吼，毋嘛讲迄阵天气袂介冷啦吼，咱欢迎所有兄弟伫过来拜五的8点，大家做伙组织伫头前的埕，咱做伙吟诗学乐吼。欢迎所有人，欢迎拢你来参加安尼。过来是咱后礼拜吼，有要举行即个事工研讨会啦。主要是请各单位，你有啥物事工的报告，人整理，咱通过伫遐做伙来研拟，做伙学习，人将过来年度的事工有做真好的规划吼。其他的消息呢，咱拢家己来看啦吼。主要是最后呢，牧师。要甲阮的家庭来甲咱说讲几句感谢的话吼。我的爸爸吼，伫11月初7伫无意料中间发生中风，送来到高雄做经过检查，知影讲出血真严重，所以家属就想讲毋通互伊搁艰苦拖磨吼，就伫遐来离开到上帝遐。昨昏的举行告别式，咱真多谢咱教会的中级，咱的圣歌队吼，带互阮真大的安慰甲鼓励吼。我感觉讲伫迄个会场哦，当来吟诗的时阵，迄种震动吼、震撼，互阮心足大的安慰。咱圣歌队也唱出真优美的歌声。我感觉讲阮是对平湖偏僻的所在吼。平常聚会40-50个就足侪人昨昏要到200位吼。阮真侪乡亲讲感受到真大上帝安慰啦。虽然心中的忧伤拢难免，毋过迄种感恩的心搁较大。所以伫遮吼，阮5个兄妹吼，属4间教会吼，4间教会，所以袂当拢做伙伫遮甲咱说多谢。我招阮的小弟，搁谢牧师吼，搁阮小弟的太太吼，即个吕老师啦吼，阮大家行一个礼，甲恁说多谢，多谢咱大家吼。
请咱继续来祈祷啊，代祷吼，求主怜悯。最后就是讲，咱伫即个咱的心灵传教吼，甲咱的即个餐厅吼，咱拢有准备，咱会当开始恢复啦吼，正常的生活。嘛，希望讲咱现在佫有网络的转播啦吼，毋过希望讲大家拢倒转来实体的礼拜吼，实体的礼拜。也最近就是讲有点尴尬吼，有个人是讲开始牧师伫讲内顶会使甲口罩拔起来，毋过改想要拔，佫惊怪怪的。有个人叫伊挂口罩，换伊无欢喜啦吼，总是一个尴尬期。毋过我看见新闻咧报道吼，外国吼。韩国啦，奥地利又搁咧爆发啦，所以应该是有哪袂使伤介放松啦吼。挂的惯是上好，感觉讲挂来较足安全感吼。咱继续挂，互咱保持即个平安。咱经过即个冬天时吼，迄个传染搁较即个危险。咱大家保守，求主保守咱大家拢平安。平安哩来做报告，多谢。上音会众车起立，来唱上音的诗歌395首，至信天父，阮感谢你。就对。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众兄姐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平安，嘛，人隔壁兄弟姊妹嘛，做一个请安。